将门当，真正是保家。如临皇帝，命兴兵作乱，若门行四未尽的逼斗举军，还有吗？还有，亲政司马已本上告诫，三亲政何元贵连个应对鲁王为邦，也是三，共有如临皇帝灭边，共有多少高级门长25篇，为谁之人有几个？真武国公几个王？几个王？多少是奉了鲁明皇帝也令？大官都是此人。那王妃有什么目的没有？王妃没有人不动心。哼，年少愚蠢无耻的年少，陛下这回年少，子王违反，恰多少是奉了鲁明皇帝也令。这也有可能啊，陛下。婉儿啊，他要是有这个胆量，关于违反，倒好了。正是此子莫上目，陛下这个妻子，那不是本子？帮这些事，他们成不了什么大事的。只要用一副不敌推行的办法，也就是了。不敌推行。只要朕将婉儿接来宫中，死亡违反的借口，岂不也该弄红？陛下断定好旨意。我们这就要这样。自该把他接回来的，让他远在王居，纵然他自己不会违反，也难保不认为怂恿要挟他。婉儿，明王最早时，介绍不动鲁明王为继子。是。
其他人进贡。是。这儿，现在只有我们母子二人，你还有什么想给娘说的吗？儿的家有配下，这里没有瓦等冰箱，你想的人。儿，你就不能叫我一声娘吗？是你跟娘那么疏远。儿子并不是此关求。家娃，在你看来，娘比老夫还凶。儿臣不过。这几年你在王州做些什么？你们都是我叔子为你，外子都是。哎呀，不亏你呀，不亏变成书呆子喽！你能领兵打仗吗？领兵当场，儿臣从兵经历，实在不过。不过，你来乖哟，你是与孙在谁空？
儿殿下跟我一上，真是殿下，请孩子告退。西万岁，也曾借他真来了，快点请。是也请其他人。问天平息，我老不必距离，深夜把你找来，同惊醒你的好梦啊！臣以为卿心中有事，正想当面启奏。是为子王叛乱之事吧？我老已传过州长啦。快入我说是庐陵王为首，我老你快呢？陛下，此庭之要言，不足为奇。庐陵王王位小臣，岂为被困而犯？臣担忧之事，陛下爱之心切，置之不理，倒叫那些别用丧之人落下话。爱之心切，落下瓦边，莫非我老玩天道是什么？近来遇是万事，流传于街头旁边，令人担忧。陛下，请还。王妃花事，凤花王妃下，花中之理，也在此挂号，该在此花谢，该在有为空，是在跑万岁。谁写的？据说帝太子李严素写，言儿所写。探兵密查的。小兵，不要之类的，人家吃我自荒野一腔人，
殿下已经在宫中了吗？这是什么一回事？有请殿下。
在这些乱子里，谁哦？你可去细为怀，怀细心，你去给他